12月7日係立法會選舉嘅大日子，香港嘅未來由你一票決定。屆時能產生90位嘅立法會議員，為香港謀發展、為社區建設嘅關鍵時刻。九龍區直選分3個選區：九龍東、九龍中、九龍西，每個選區最高票嘅2位就能當選。九龍東選民約44萬人，九龍中選民約42萬人，九龍西選民約34萬人。購票站開放時間由早上8點30分至晚上10點30分。選民只要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前往投票通知卡嘅投票站投出以民為本、務實幹勁、推動發展嘅立法會議員。請大家記得12月7號為香港、為國家、為自己、為家庭、為下一代認真選擇，投下神聖一票。美麗香港，共同家園，全賴有你。12月7日投票站見。